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0年5月13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消息。那今天房企最大的消息就是万科又得到了大股东深圳地铁25亿元的资金源，也就是输血。这个怎么说？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现在深圳地铁有点像低保老人，就不停的加仓。就他自己本身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去年巨亏，不救吧，已经投到万科里面。这上千亿的资金要打水漂，确实难办。但是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也就是不是你想救就能救得起来的，很有可能会越陷越深，越救损失越大，甚至还贻误了时机，错过最佳时机。第二个新闻就是融创又被法院判了。融创房地产集团公告于工行天津分行借款纠纷案一审宣判，需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9.85亿元以及这个利息罚息共计1.23亿元，也就是10几个亿。融创境外债重组虽然成功，但是它境内的公司这债务是越陷越深，弄得不好最终也是走华夏幸福什么金科股份这些老路，也就是破产重整。我们再看花旗银行发布最新研报，对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进行目标价下调，这也是近期国际投行对中国大型房企重要评估调整，反映外资机构对出险房企后续复苏路径仍持谨慎态度。实际上不光碧桂园，刚才这个融创还有万科股价都不高，本身股价就不高，花旗还要下调碧桂园的价格，这实际上就说明这些大的机构对房企现在基本上都不看好。确实，自从恒大暴雷以后，虽然是咱们救市政策，隔三差五就要出，一年出好几百个救市政策，但是房企也确实是越救越难，房企是越救越暴雷。说来说去都是韭菜不买房，能救房企的只有韭菜。当韭菜拿着七大姑八大姨给了钱，给了首付，冲进市场抢房，把银行的贷款给背上，这些房企它才能得救。否则是救不了的，只能是延缓。所以说这个小马拉大车式的这种输血，那你说最终恐怕这个大车陷到水里面，把这个小马也得拖进去。最近这个楼市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新闻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动静，反正能说话的媒体还有自媒体基本上只能唱多，这个大家也知道。但是唱多确实也没什么好唱的，到目前为止除了上海勉强还可以。当然深圳因为5一前出台政策，现在恐怕还受点影响，那其他地方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总不能闭着眼睛在那唱多，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个官方数据一出来立马就是打脸，接下来就是统计局的数字，马上就是央行的数字都要出来，财政部的数字。今天我们先不聊这些数字，因为这数字还没有，我们看几个媒体报道也能看到一些买房人的无奈呀。首先是南方人物周刊5月13号刊登一篇报道，他这个报道也挺有意思啊，主要写的是在深圳上班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跑到惠州安家，那写的是这么一群人，这个也是充满了无奈和心酸。但凡有条件的有实力的在深圳工作，那恐怕就在深圳买房了，也不至于跑到惠州去买房。但是确实有一批人没有办法，种种原因只能在惠州买房，就像北京一样，在北京上班，但是偏偏要去燕郊买房，那是被迫，是无奈，跑到北京周边叫环京买房，跑到什么廊坊、大厂，甚至有人跑到天津去买房，那都是各有各的原因，都是被逼，都是生活所迫。那我们看南方人物周刊这篇报道，它叫深圳工作，惠州安家，一场关于房价、时间和幸福的算计，实际上都反映出牛马的不易。2020年3月6日8点57分，深圳北站一列高铁提前2分钟停靠站台，薛林走出车厢，距离上班打卡的截止时间还有33分钟。从高铁站台到地铁站台，他用了7分钟。薛林住在惠阳，一个与深圳东边交界的惠州市辖区，工作在深圳西边。每个工作日他要乘坐从惠阳站开往深圳北站的高铁，穿越约67公里的直线距离。这样的跨城通勤他已经坚持了3年。薛林
这样的跨城通勤者并非个例。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等机构数据，深圳与东莞、惠州之间的跨城通勤人口已达到41万人，这人真不少。有学者分析，随着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推进，深广惠都市圈将从各自独立发展逐渐转向一体化发展，通勤圈的范围也随之扩展至整个都市圈层面。然而，都市圈内各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尚未真正衔接成网，都是自己组的小网。通勤路上任何一点微小的变数，都可能让跨城通勤者陷入预料之外的困境。就像这天，尽管薛林被分配在离出站通道最近的第5节车厢，他努力奔跑换乘，但到9点半，他离公司还有2站地铁。薛林在深圳一家商场做服装销售，上衣修衣，通常晚上10点下班。从深圳北站开往惠阳的末班高铁是22点38分，也就是他只有38分钟的时间，满打满算。他赶不上，只好先坐地铁到接近深惠交界的沙田站，再打约10公里的顺风车回家。有时打不到车，只能不断加价，最多一次花了60多块钱。一位深圳的网约车司机解释，夜间载客到惠阳，回程几乎接不到单，利润空间很小，很少有本地司机愿意接这类订单。对了，你往惠州跑晚上可以，但是人司机去了，他从惠州回深圳他没人，那他就是这一单就赔钱。如果下班后薛林走慢了一点，就会错过通往沙田的末班地铁。至少有5次薛林错过了末班地铁，要花费上百元打车回家。那时候我会想，过这样的生活到底为了什么呢？工资没有很高，也没有多么光鲜亮丽。韩东住在惠阳西区街道，他通勤的第一步是挤上大亚湾266路公交车。早高峰他能上车就算幸运。这趟公交贯穿西区街道，连接起多个住宅小区，直通沙田地铁站。在房产中介的宣传中，这些小区被冠以1线林森、2线林森的名号，吸引了许多深惠跨城通勤者定居。在路况好的情况下，这一程韩东需要花费30至40分钟，之后再乘坐1个小时的地铁抵达公司。那他这通勤来回就是3个小时。在深圳、惠阳两地通勤的4年间，张超几乎试遍了所有可能的交通组合，公交、自驾、站点大巴、高铁。他曾坐过大亚湾266路公交车，这趟车间隔几百米就停一站。早高峰时，车外堵成长龙，车内拥挤不堪。自驾是另一种痛苦。从小区开车到沙田站10公里的路上有17个红绿灯。张超最终得出结论，比地铁快、比高铁便宜的大巴是最适合自己通勤方式。他算过，坐高铁1个月通勤20天要花600元，在同样的情况下，坐大巴只需要400元左右。而且与地铁通勤相比，坐大巴一天的通勤时间还能减少约半个小时。工作日早晨7点，张超起床，25分钟后坐上从小区门口发车的大巴，车上的大多眯眼补觉。1小时20分钟后，他在深圳市中心的地铁站下车，再换乘约30分钟的地铁抵达公司。晚上下班后，张超原路返回，8点半到家。此时离入睡还有2个半小时，一天24个小时，去掉睡觉的时间，再去掉通勤的时间，剩下的时间全部都花在工作上，有时候觉得很压抑。实际上在北京上班，在燕郊睡的人差不多，有很多在燕郊睡的这些年轻人牛马，他们早上，我以前节目介绍过，那这都是媒体报道的，不是咱们编的。他们早上冬天也北方冬天又冷，早上5点多他们的父母就起床，一个做早餐，一个去应该是938还是什么，反正去始发站排队，这样等到6点多排了1个多小时队，自己的孩子起床把做好的早餐一吃，拎上包就到这个车站坐他，要么是他爸在那排队接他爸的班，接着排，这样上车能有个座位，在上面可以睡一觉。1个多小时以后啊，有的时候是1个半小时
到达北京的大北窑，或者叫八王坟、大王路那儿，从大王路再坐地铁或者坐其他公交车去北京其他地方上班。你看看一个人上班得父母2个人伺候，为什么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？因为他晚上回来已经是9点吃完饭睡觉，这就是叫跨城通勤的牛马。深圳大学城市规划系副主任陈洪胜关注都市圈发展多年，从地理条件上分析，他认为深圳和惠阳具有同城化基础，轨道交通衔接的好，从龙岗到南山的通勤时间跟从惠阳到南山的时间差不多。2022年，他常年在深惠2地往返，亲身体验到地铁结合公交通勤方式需要多次换乘，比自驾慢20到40分钟。与更发达的公路系统相比，深圳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确实存在短板。你看，这不就是深圳地铁的事吗？那深圳地铁的钱去哪儿了呢？对吧？现在还在玩命的救万科，哪有钱干这事呢？深圳都市圈的边缘区之一是惠州市，惠阳区因为紧邻深圳市，形成居住型边缘区。陈洪胜告诉南方人物周刊，这类区域形成往往是人们理性抉择的结果。一方面，市场化的房地产开发承载着深圳外溢的居住需求；另一方面，边缘区的土地财政也为大量居住房屋的开发商开发条件提供资助。2009年，张超从北方来到深圳打拼，之后在深圳组建家庭，有了2个孩子。2018年，小孩面临上学问题，他和妻子商量在邻近城市买房。当时西区街道的房价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，几公里之外的深圳房价是4-5万元1平米。在中介给张超描绘的蓝图里，深圳地铁14号线延长线很快会修到他刚刚看到的楼盘，地铁站就在附近200米处。考虑到这些条件，张超一家毅然决定在惠阳贷款买房。2022年，他们住进了新房。你看看，这正是房价最高的时候啊！与张超预想的不同，这条备受期待的地铁线迟迟未能动工。尽管这条延长线曾一度箭在弦上，2020年9月，交通运输部批复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请示，同意在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等方面开展试点，其中就包括计划在1至2年内启动深惠城际等项目建设，并将深圳地铁14号线东延至惠州、惠阳。然而不久后，受宏观政策调整影响，包括深圳在内多地缩减或暂缓了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。地铁建设的暂缓导致房价贬值。张超目前1个月要还4800元的房贷，而同一小区同一户型的房子当前月租金只要1000出头。张超觉得自己被割韭菜了。28岁的韩东不后悔自己从深圳搬来惠阳居住的选择。2024年年底，房价持续走低，他花费约40万元存款，在惠阳买下76平方米的新房。24年年底买的，他算还可以吧？目前跌的不多，好歹不是从那个最高位接盘了。说起初韩东只打算周末去住，装修好后他觉得不住可惜，选择搬离了深圳，咬咬牙努力，日常通勤辛苦点，没准也行。他算过，跨城通勤与在深圳租房通勤相比，单程时间多半个小时。他通常傍晚6点下班，7点半到家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自己支配。韩东在深圳5年，因工作频繁变动，租的单间也跟着换了5-6次，一些东西搬家时不易带走，最后都会丢掉或送人，包括电磁炉、冰箱。后来租房时，就算有想买的东西，韩东也不轻易花钱，万一最后扔掉了怎么办？这就像他在深圳的处境，没有什么支点，一直在漂泊。搬到新家半年，他买下了租房时所有想买的东西：扫地机器人、动感单车、85寸的大电视和崭新的床垫。以前在出租屋，韩东每天下班回家只想躺在床上刷手机。出租屋里灯光昏暗，他常常熬到1-2点，眼睛痛了才入睡。周末因为房间狭窄，他不喜欢待在单间里，就和朋友出去逛街，吃，吹水，时间就过去了。
搬家之后，韩东的生活状态悄然改变，他尝试养花、健身、学习游泳，房子仿佛给了他某种底气，可以去提升自己的人生了。这就是租房和买房的区别。有人因为买了自己的房子之后，他生活改变了，这确实有这样的人。租的房子他总觉得住着别扭，或者是种种原因没有那种生活的这种气氛。这个薛林也认为惠阳适合生活，但前提是要先能生存。2012年他到深圳工作，6年后孩子出生，考虑到未来的家庭生活，她和丈夫决定卖掉中山的房子，在离深圳更近的惠阳全款购房，但一直没有入住。直到2021年，两人双双失业，无力继续承担深圳每月5000元的房租，这才真正搬过去。薛林尝试在惠阳找工作，发现工资普遍在2-3千元左右，好一点的也不过4-5千，一些工作连基本的社保和五险一金都无法保障，这样的工资水准无法承担她的家庭支出。她和丈夫经过数次争吵达成了共识，丈夫在家负责照料孩子，她去工作负责日常开支。她最后还是选择去深圳上班，因为两地通勤的繁琐，薛林尝试了1年租房生活，租住在高铁站旁的城中村，离地铁站近，缺点是没有一点阳光，屋内潮湿，配合上衣休衣的工作节奏。薛林下班后回出租屋睡一个晚上，隔天坐高铁回惠州陪伴孩子，第3天回深圳工作。单间的租金是1100元一个月，与薛林跨城通勤费用差不多。1年后，他退掉这间房，开始每日往返深惠之间。孩子是薛林坚持跨城通勤的动力。他的童年充斥着父母的打骂，成为母亲后，他觉得养育孩子也是在重新养育一遍自己，给予孩子的爱也在弥合他内心的伤痕。他庆幸当时买了房，如果没有这个决定，我们可能还在深圳租房，工作节奏更紧张，恐怕也没法留在孩子身边。这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选择的范围。在深圳都市圈的边缘区调研时，陈洪胜注意到，尽管东莞、凤岗、惠州、惠阳的配套设施跟紧邻的深圳郊区差距不大，但更多人依然会选择在1线之隔的深圳购房。跨一个城市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一种顾虑，不愿意放弃深圳的身份以及围绕身份得到的福利。随着都市圈的发展，人口规模扩大，直住分离的人数也会增加。但在张丽看来，这与其是说问题，不如说个人选择的结果。他指出，过去10几年大背景是房价快速上涨，背后是居住用地的供给偏少，市场预期高涨等因素。而如今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减弱，加上住房供给增加，品质提升，买房的逻辑更多回归到居住属性本身。在交通方便的情况下，人可以选择住得更远，换取更好的住房和环境。张丽认为，随着都市圈的发展和公共交通服务的完善，人即使住得远，也有更多工作选择。简单来说，幸福感也会增强。实际上，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周边都有。你比如说，在上海周边也有很多这种是江苏的，但是它挨着上海，成为一个税城。深圳周边就是惠州，北京周边最出名的就是燕郊，叫税城。大家各有各的原因，必须要在这地方买房。但是我认为，自从2021年这个恒大暴雷以来，楼市经过5年的调整，总体上房价已经跌了30%、40%，未来还有跌幅。但是目前对很多人来说，买房好像也不是什么特难的事，最主要是房子在过剩。过去因为房价一直在涨，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买不起房，但是因为房价在涨，很多人想上车，害怕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了，所以很多人一着急就跑到这种，比如说燕郊买房，比如说惠州买房，圆自己一个买房梦。但是这些人往往现在都在后悔，都成了接盘侠，都成了房地产这个调整的受害者。经过楼市5年的调整，我觉得现在的人，年轻人，他有了更多的选择，完全可以不急不慌，你就可以选择租房。我倒是认为，现在摆在年轻人面前的，反而是这种什么户籍什么上学，就相当于这种。如果一旦把小孩上学的问题解决了，
就是小孩上学也不跟户籍绑定，你在哪儿就在哪儿上，在哪儿高考。一旦这个问题解决，也就是那就是你租房住没什么不好。你想，你每天花3个小时通勤，如果你有条件，但是没条件你就老老实实3个小时通勤，你到郊区租房住。如果你条件稍好一点，那你可以住得近一点，离你上班的地方，如果半小时坐地铁，那当然了，租金肯定要贵一点，是吧？那就根据个人情况，你换工作了，新的单位在别的地方，那你可以再搬到那儿去住，根据自身情况，是不是可以机动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反而有更多的选择，完全没有必要去买房，除非你有钱，你把买房当做一种消费，那就可以买。过去楼市一路上涨，所以你的算法不一样。你是200万买的房子，你虽然累一点，但是你想着3年以后变成400万，感觉挺值的。如果不买，你3年以后你都上不了车了，你买不起。所以那个时候考虑问题不一样。那现在房价在跌，考虑问题更不一样了。你20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赔的就剩100万了。你赔掉的这100万，你说够你在北京或者上海或者深圳租一个什么样的房子，是吧？会住得更加这个叫舒心。简单点说，10年前这些人被裹挟，被那房价上涨吓到了，被裹挟，盲目被动的上车，承担着高房价。我们再看一个文章，这个写的就是老赵这么一个人，从抢着买房到求着卖房，只用了3年时间。这个老赵实际上不老，也就30来岁，是一家外企的一个小头目。文章说，3年前抢到就是赚到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过来人都清楚。在那个烈火喷油的年代，你能买到房，那你未来几百万已经到手了。2021年，老赵所在的3线城市楼市正热，新房开盘必摇号，二手房挂牌3天必成交，所有人都跟疯了似的往里冲，生怕晚一步就永远上不了车。这个说的确实这个情况。像当时你没有房的人，那心里跟猫抓的着急，急什么？不是说有的人还真不是说急着要赚钱，有的人是急着害怕自己你的工资的涨的速度没有房子速度快，所以你想攒钱买房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今年买不起，那意味着你未来就买不起了，就是当时就这种观点。你现在买不起，那你以后你更买不起，你的房价涨得更快。你本来是能买得起一个2室1厅的，你再耽误个2年，你只能买个厕所。你们当时就这种段子的，是这种梗吗？所以说大家都被胁迫了，被裹挟了，无脑往里冲。所以那个时候无论是二手房还是新房，那就非常火热。那老赵在那个时候上车的，他卖掉老家的房子，加上多年积蓄，凑了60万首付，贷款140万，买了一套120平的3居室，总价200万，单价1.6万1平米。签合同那天，销售对他说：“恭喜你，这房子明年至少要涨到2万。”老赵信了，这确实那个时候就这样。你那个时候按揭贷款买房，一般都是2年后交房，你现在买28年才能交房。你想想，你买的时候是1万6，等到交房的时候，你搬进去的时候就变成2万6了。你想那是什么概念啊？当时就这种情况，还买什么股票，还搞什么加盟，开什么餐馆，哪有买房子合适？而且国家还给你加杠杆，加5倍杠杆。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人生赢家，逢人就说买房金，劝亲戚朋友赶紧上车，再不买就买不起了。这句话他至少跟10个人说过。可谁能想到3年后，同样的房子单价跌到了1.1万，总价从200万跌到了130万，首付亏了，利息亏了，房子成了烫手的山芋。今年年初，老赵想换房，把这套3居室挂了出去，他心理价位是160万，比买入价低了40万，他觉得自己已经诚意满满。中介说：“哥，这个小区最近成交价在130万左右，您挂160万，没有人会来看的。”老赵不信邪，挂了2个月，零带看，也就是连问的人都没有。他降到了140万，来了几组看房的，都说考虑考虑，然后就没有了下文。老赵只好又降到了130万，这回不仅有人看，而且还有人出价了。出价最高的是120万全款。老赵差点没骂人，说我200万买的，装修还花了15万，现在让我卖120万，我不如留着。可留着干什么呢？月供每月7500块，物业费1年2000，房子空着，钱在烧。
他想出租同小区精装修3居室，月租只有1800，还不够月供的1/4。老赵现在天天求着中介多带人来看房，甚至主动给中介发红包。可市场就是这样，买家不急，卖家急，买家挑，卖家求人看。从3年前的抢着买到3年后的求着卖，老赵只用了1000天。老赵想不通，同样的城市，同样的地段，同样的房子，怎么3年就天差地别？老赵还没有卖掉那套房子，他现在把价格挂到了125万，这已经是他的底线，说再低他宁愿烂在手里。实际上这是他心理底线，再过个1年卖不掉才能改成120万，对吧？自己还会往下降。他说我不甘心，我200万买的房现在卖120万，我几年的班都白上了，父母的血汗钱也白搭了。可他不甘心又能怎么样？月供每月要还，房子一天天折旧，每次看到银行扣款短信他都想抽自己，说当初怎么就那么冲动。他现在最怕的是被裁员，35岁的年纪在私企做中层，公司最近已经在优化。他说如果哪天我失业了，这房子就彻底完了，断供法拍上失信名单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从抢着买到求着卖，老赵用3年时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然而他并不是赌徒，他只是太相信那个永远涨的谎言，他只不过是永远涨的信徒中的一个，对吧？那现在还有好多人在那儿琢磨着永远涨，现在还有好多人执迷不悟，还指望着买房子赚钱。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，理由很简单，你现在买的房子，未来几年那个房子它又变成了叫什么？它新的房子又出来了，第4代、第5代、第6代建筑出来了，你那又是老破小。除非一些核心地段的房子稀缺资源，但那个又不是咱们韭菜可以买得到的，也就是我们韭菜能买的房子，未来只有贬值这么一条路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什么？第二，人口在不以人的意志在下降，无论是从结婚的对数，还是新生儿，还是说从城里面，现在人口在反流。什么叫反流？过去是从农村进城，现在很多人从城里面回农村了，那城里找不到工作，生活成本还高，很多人就开始往农村跑，有很多人往小城市跑，小城市生活成本低一点，也就是大城市现在不那么拥挤了。这个东西都不是大家空口无凭的，因为你无论是你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，你现在发现这早上的地铁就没那么挤了。你10年前你在北京要坐地铁，首先你进站，就别的不说，你进地铁站你得先排半个小时队，你等你进了地铁站，你还不一定，你还得要等个10几分钟，就至少等3趟车，你恐怕才能挤得进去。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切身经验，你赶上早高峰都是这样。但是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了，说你在哪个地铁站还要花半个小时排队才能进去，没有这个现象了。有的时候非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，那地铁上都没什么人，非常冷清。实际上这就说明了这个很多人已经离开大城市了。说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老想着房子还涨价，还要涨1倍，谁买谁去接盘？现在年轻人已经想明白了，人家不结婚也不要孩子，这样就没有了这个负担。你想只要没有孩子，他出哪儿他都是自由的，是不是？想去哪儿住去哪儿住，想在哪儿租房就在哪儿租房，自己吃饱了就全家就不饿，没有软肋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结婚的少，生孩子的更少，对吧？人家想明白了，一旦生个孩子那完了，你要学区房，你要也给最好的教育，那样的你就被绑架了，你就不得不考虑在什么地方买房。所以说现在年轻人想明白了，人家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你说你还指望那地方房子还涨，这个都不现实。这个就不要说什么2、3、4线城市了，北京、上海现在也很难，因为人口在往外流。不要老以为北京、上海人口是一直在往里流的，流到差不多了它就往外流了，达到一个平衡，没人去了。所以咱们一直说，关于房子我们要用消费的眼光去看。咱们不厌其烦的说，就相当于你买奔驰买宝马，那不就是消费吗？买完之后它就贬值，你不一样的买吗？所以说我现在一看到媒体报道什么哪个地方又是买售楼处人头攒动，什么房产中介那儿忙得饭都吃不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人这时候非要去买，
这么着急，非要扎堆，非要说趁人家忙的时候去买房，非要去排队，还有在售楼处排队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营造这种气氛？无非就是想骗那些还头脑不清醒的也去排队，制造一种恐慌，制造一种焦虑，感觉你不买你又赶不上了。实际上十年前就是这种心态，你不买你就赶不上了。现在他还要用这一套来忽悠韭菜，但是很多韭菜已经不再上当了，你看人家想明白了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